3、2、1。爱好就赛嘎咕，我是伍思爱。现在开始啦。讲到专辑的名称美感，大家都会问说，为什么这次要取名叫做美感？就字面上翻译呢，美感就是你对于美认知以及感受。在专辑里面的美感呢的意思呢，就是身为一位当代的阿美族人，对于自己的生活还有生命经验所带来的真实感受，所以呢就取名叫做美感。那像在这首歌在美感里面呢，代表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讲信仰的美。那讲到光这首歌呢，它真的是我整张专辑里面第一首最先完成的歌曲。回想起在制作这首歌的过程，因为需要很多的创作灵感，要有很多的感受，所以呢我就跟了很多人聊天，有讲心事的有一些讲家庭那种比较悲的部分当然快乐的也有，八卦的也不少。后来发现就是到最后有一种我好像都一直在接收很多的那种负能量的感觉，就是有太多的负能量的讯息。大家有听到那种前面都是听起来有一种悲悲的感觉，有吗？光这首歌呢，什么时候开始转晴朗？就是进入到副歌的时候，有没有有一种小调转大调？就是有一次呢，我回到花莲的七星潭，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其实就很常就是坐在那边发呆，坐在那边玩水。那一趟呢，我就想说回去散散心，然后找一些灵感。去到那边的时候，一整个就是乌云密布，我就想说天哪，我很紧张，可能等一下就要下雨。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开始发呆，然后看着天空，然后听海浪的声音。突然我就看到天空中射下来的光，1道、2道、3道、4道，越来越多。你知道那种光就很像是乌云里面透出来那种天使光，然后慢慢的那些乌云就慢慢的散去，然后你就看到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于是呢，这首歌的副歌就完成了。就是会有一种在当下，我就想到曾经有老人家就是会常常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碰到什么挫折，总是要往光的方向走去，就会怎么样呢？因为会晒黑。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要往光的方向走去，这样子你就会找到你的出口。光就是你的力量。所以在那一刻，在那个当下，我就有一种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好像什么样的事情面对着背负着很多那种负能量，瞬间就是全部都消失了。光就有点像这样子，有点像我们的信仰一样，会带给我们力量，然后会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这首歌也很特别的是玩自己跟自己的阿卡贝拉，所以你听到的所有的人声堆叠呢，其实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所以呢，当你在听完第一首歌说走就走的时候，紧接到光这首歌，你就会有点感觉，就是当我们开着车出门去旅游，然后要去玩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难免就像人生一样，会碰到一些小小的挫折。刚开始出门，然后就开始乌云密布，就有点像那种进隧道的时候，我们总要往光的方向走去，我们不要害怕。今天要教大家讲的阿美语小单字，听好咯，它有一点点难，因为我们将要学的一个就是英文字母的 D， 发音要怎么念呢？是念，所以呢，我们将要练2个单字，都有这个 D 的存在。第一个呢就是太阳，gisar，第二个呢，我们要学的是蛋烧，这样子学会了吗？OK， 喜欢我的分享呢，请继续锁定我的频道，别忘了记得喜欢我的本人呢，也可以记得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G。最后最重要的是，美感专辑请听10遍。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见。Sekarang